慳嗰400蚊，隨時要你換過副偈。各位車主師兄，最近係咪成日聽人講港車北上去整車換油好抵？係，深圳、珠海啲人工係平，但你知唔知入面個水有幾深？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拆解呢個換機油黑幕。我話你聽，如果你冇呢3招防身，你慳返嚟嗰400蚊，隨時就係你副偈嘅白金。我諗大家都試過喺香港換一次全合成機油，連埋油格，求其一間車房都要收你1200、1300蚊。如果係大牌子或者係歐系車，去返代理直情要3、4千蚊。但係你一上到去珠海或者中山，啲廣告鋪天蓋地，話200幾蚊人民幣搞掂，仲要話係用咩頂級全合成。大家心入面個算盤實會啪啪聲咁響，哇，平咗成1000蚊喎，去食餐好嘅都仲有找啦。但係師兄，你又有冇諗過，點解人哋開門做生意可以平到咁？我之前有個車主老友，佢揸架2018年嘅日本車，諗住港車北上順便去換油。佢喺珠海一間望落去裝修好靚、好大間嘅車房度換。師傅同佢講，呢隻係最高級嘅 0W20 機油，連工包料先至380蚊人民幣。點知佢換完返到香港，行咗唔夠1000公里，副偈開始有怪聲，仲要跳埋故障燈。最後返香港車房一拆開，入面啲油黑到好似芝麻糊咁，仲有好多金屬碎。師傅話佢入嗰啲根本唔係乜嘢全合成油，極其量係啲回收再造嘅廢油。呢鋪真係慳咗粒糖，輸咗間廠，最後要拆計大修，使咗萬幾2萬蚊。所以今日我要同大家講，點解呢啲維修黑幕咁猖狂。首先，最常見嘅就係假油。你以為你見到個罐係某大牌子就係真？喺嗰邊收購空罐係一門生意嚟㗎。佢哋會用返啲原裝罐，但入面就裝啲幾蚊一升嘅劣質礦物油，甚至係收返嚟嘅廢油，經過簡單過濾就當新油賣。你架車飲咗呢啲毒藥，短時間內你未必發覺，但行多幾千公里，副偈入面就會生晒油泥，散熱唔好，潤滑唔夠，咁就係大修嘅開始。第二個黑幕就係零件偷龍轉鳳。好多師兄上去整車，見到人哋話換件好平，就將架車擺低去食飯。呢個時候，黑心車房就最開心，佢哋會將你車上面仲係原裝，仲係好健康嘅零件，例如係發電機、冷氣泵，甚至係個催化器，偷偷地拆落嚟，換件所謂嘅翻新件或者副廠件俾你。呢啲原裝零件佢哋轉手賣出去，又可以賺多幾千蚊。你攞返架車嗰陣，架車行得走得，你根本唔會發覺。等到你發現架車越整越多病痛，你已經返咗香港，追都冇得追。咁講到呢度，係咪代表港車北上就一定唔可以整車呢？又唔係，最緊要係你要識得點樣防身。今日醒你3招，呢3招真係保命符，大家一定要記住。第一招，亦都係最重要嘅一招，一定要帶走屍體。咩叫帶走屍體？即係所有你換落嚟嘅舊零件，同埋你用完嗰啲機油空罐。好多車房會問你，師兄，呢啲舊嘢仲要唔要啊？我幫你掉咗佢啦。你千萬唔好話唔要，你要叫佢全部裝返入盒，擺入你車尾箱。點解要咁做？首先，你要確保佢真係有幫你換件，而唔係淨係幫你捽乾淨個舊件。其次，帶走空罐係為咗防止佢哋收返個罐去裝假油，害下一個車主。如果係機油，你甚至可以喺倒入去之後，用螺絲批喺個罐身度插個窿，破壞個罐嘅完整性。你同佢講你要帶走屍體返香港，佢知你係識行規嘅人，就唔敢隨便劏你。第二招就係全程監場。如果你係去做保養換油，呢啲工序通常1個鐘內搞掂。我建議你唔好去行街食飯，就企喺車側邊睇住佢整，睇住佢由個原裝紙盒度拎個新油格出嚟，睇住佢開嗰幾罐油。如果你唔方便企喺度，而家好多大型嘅連鎖維修店，佢哋會有監控鏡頭連去你個電話，
或者有大玻璃俾你喺休息室睇住。總之，架車唔可以離開你嘅視線。如果你要整啲大型嘢，例如要留車過夜，咁我就建議你要諗清楚啦。除非係你熟到不得了，或者係非常有信譽嘅大鋪，否則留車過夜係維修界入面最容易出事嘅環節。第三招就係揀鋪要揀直營大品牌。如果你真係想上去換油，唔好去啲路邊無名小店。你要去就去嗰啲大連鎖，例如係途虎、天貓養車呢類。佢哋嘅貨源相對比較有保證，而且係系統化管理，有記錄可以查返。雖然價錢可能會比路邊店貴少少，但依然係比香港平一大截。而且呢啲大鋪好怕人投訴，佢哋個系統同埋流程比較透明，師傅亦都唔敢隨便做手腳。我仲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小細節，就係關於機油嘅選擇。好多師兄以為機油越貴越好，或者係聽師傅講呢隻好嘢嚟。其實最緊要係睇返你架車嘅說明書。例如你架車要求用 5W30 嘅油，你就唔好聽人講換隻 10W40 會靜啲。喺大陸，好多師傅未必真係好專業，佢哋可能得一兩隻油喺手，就話乜車都啱用。你要堅持用返原廠指定嘅規格，而且你仲可以自己上網買定啲大品牌嘅機油，帶上去俾佢哋淨係收人工換。雖然有啲店唔接受自備零件，但只要你肯揾，總會揾到。咁樣你就完全掌握咗油嘅質量。另外，大家一定要留意工時費。喺香港，工時費係好貴嘅，往往佔咗成張單嘅一半。喺大陸，工時費係好平，但呢個亦都係一個陷阱。有啲店會報一個極低嘅人工價給你入去，然後喺換零件嘅過程入面，話你呢樣壞，嗰樣要換。佢哋賺嘅唔係人工，而係零件嘅差價。所以去到車房，如果師傅同你講你架車仲有咩要整，你第一時間要保持冷靜。如果唔係緊急到即刻行唔到車嘅問題，你最好攞部電話出嚟，影低佢話壞嘅地方，或者影低個零件編號，話返去諗下先。唔好俾佢嗰種你唔換隨時會爆、隨時會斷嘅語氣嚇到。其實港車北上整車係一種博弈，你用緊香港嘅收入去享受大陸嘅服務，呢個諗法係無錯。但你一定要記住，世上無免費午餐，亦都無又平又靚又正嘅嘢。一分錢一分貨係永遠嘅真理。如果人哋全合成機油連工包料報你200幾蚊，扣除人工、鋪租、電費，即油成本得返100蚊人民幣。你諗下，4升裝嘅大牌子全合成油，100蚊有可能買到真嘢嗎？除非係過期或者係假貨。我仲想提提大家關於保險同保養嘅問題。如果你架車仲係新車，仲有代理提供嘅保養，你一旦喺出面，特別係喺大陸嘅車房整過車、換過油，你個保養極大機會會失效。代理可以話你用咗唔合規格嘅零件或者油，導致架車出事。到時如果你副計真係有問題要反代理出 claim， 佢哋一驗油發覺唔對路，你就真係欲哭無淚。所以仲有保養嘅車，我個人建議都係留返喺香港做。至於保險，萬一你喺大陸維修期間架車發生咗意外，或者因為維修不當導致返到香港出事，例如漏油火燭咁，保險公司未必會賠償，因為你喺非合資格或者非指定嘅地方進行維修，呢個風險你要自己承擔。所以大家上去整車之前，真係要衡量下呢幾百蚊、幾千蚊嘅差價，值唔值得你冒咁大嘅風險。講返帶走屍體呢件事，其實仲有一個好處。如果你返到香港，發覺架車真係有問題，而你要同對方理論，或者要向相關部門投訴，呢啲舊件同空罐就係最好嘅證據。你可以拎去專業嘅實驗室驗油，或者俾香港嘅專業師傅睇下個件係咪真係換過。有咗呢啲實物喺手，對方想賴都賴唔掉。好多師兄問我，咁我點知邊間鋪頭信得過啊？其實我有一個簡單嘅標準，你睇佢間鋪頭乾唔乾淨，工具擺放得齊唔齊整。
一間好嘅車房，師傅係會尊重自己嘅工具同埋環境。如果間鋪污糟邋遢，滿地油漬，咁佢哋對待你架車嘅態度都唔會好得去邊。另外，你可以睇下佢哋用緊咩機器，例如換油係咪用緊真空抽油機，定係仲係好原始咁喺下面放油。而家好多新車嘅設計，用抽油機其實會清得乾淨啲。仲有一點，就係要留意佢哋有冇用扭力扳手。好多大陸車房嘅師傅擰螺絲係靠感覺，或者用風炮死命咁打。如果你個油底螺絲或者係車轆螺絲被佢打得太緊，下次你想拆嗰陣就好容易斷或者滑牙。專業嘅師傅應該要根據車廠嘅數據，用扭力扳手去確保每一粒螺絲都係正確嘅緊度。呢啲細節就係專業同唔專業嘅分別。講到呢度，可能你會覺得，哇，返大陸換個油者，使唔使搞到好似做特務咁啊？師兄，我同你講，防人之心不可無。你架車係你嘅資產，亦都係載住你家人嘅交通工具，安全永遠係第一位。如果你覺得麻煩，其實喺香港揾間有信譽嘅小店，雖然貴幾百蚊，但至少你買到份安心。如果大家真係決定要北上維修，記住我今日講嘅3招防身術。首先，要揀大品牌、直營嘅連鎖店；其次，換油嗰1個鐘，辛苦啲都企喺度睇住。最後，最重要，一定要帶走所有更換落嚟嘅屍體同空罐。如果你能做到呢3點，你喺上面中招嘅機會就會大大降低。其實，我見過最誇張嘅個案，係有車主上去換胎，見到啲牌子好似好出名，價錢係香港嘅一半，點知換完返嚟，行高速嗰陣，成條胎爆皮。後來先知，嗰啲係所謂嘅黑花胎或者係翻新胎，佢哋將啲已經磨損晒嘅舊胎，重新刻過啲花紋上去，再噴反黑當新胎賣。呢啲直情係攞命嘅行為。所以唔單止係機油，凡係涉及安全嘅零件，例如迫力皮、車胎、轉向系統，大家真係要慎之又慎。我唔係想嚇大家，我只係想大家明白，香港同大陸嘅維修市場生態係好唔同。香港雖然貴，但受法律同埋消費者權益保護得比較好，而且車房大多數都係做熟客生意，唔敢亂嚟。大陸嘅市場太大，佢哋可能覺得你係港車，一年都唔知會唔會嚟多一次，所以劏得一個得一個。大家下次北上，如果見到啲超低價嘅維修套餐，腦入面第一時間要諗下呢個價錢合唔合邏輯。如果唔合邏輯，入面一定有貓膩。你可以問下佢哋，師兄，你隻油係咪正貨啊？我可以攞走個罐嗎？如果佢吞吞吐吐或者話唔得，咁你就應該轉身走人。仲有關於機油嘅真偽辨別，其實都有啲學問。雖然假油做得好真，但有時你從個蓋嘅密封圈、印刷嘅清不清晰，或者係罐底嘅生產日期同批號都可以睇出一二。真嘅大牌子，例如某殼牌、某嘉實多，佢哋罐上面通常都有防偽二維碼，你可以即場掃一掃。如果掃唔到，或者跳出嚟個網址怪怪地，咁你就要醒覺啦。再講講個屍體舊機油，其實你可以要求師傅將放落嚟嘅舊油用個乾淨嘅容器裝住俾你睇下，睇下入面有冇異物，有冇過多嘅金屬粉末。如果放落嚟嘅油好清或者好潔，都有可能反映出你之前用緊嘅油係咪有問題，或者你架車嘅引擎健康狀況。一個專業嘅師傅係會根據舊油嘅狀態俾建議你，但如果佢急急腳就將啲油倒入廢油桶，咁佢就可能係想隱瞞啲乜。大家可能仲會問，咁如果我真係想上去整啲大嘢，例如係全車噴油，或者係執反靚個內籠，呢啲得唔得？呢啲相對嚟臨係比較安全嘅，因為呢啲係屬於明功夫。噴油噴得好唔好，你眼睇就知，內籠整得靚唔靚，你手摸就感受到。呢啲唔涉及複雜嘅機械結構或者係隱藏嘅液體，所以比較難做手腳。但即便如此，
你都要求佢哋用好啲嘅料，例如係邊個牌子嘅車漆。講返機油，大家要明白全合成機油同半合成或者礦物油嘅分別。全合成油嘅分子結構比較平均，耐高溫，抗氧化能力強，通常可以行10000公里甚至更長。而平價嘅礦物油，行3、5000公里就開始變質。黑心車房最中意用礦物油冒充全合成油賣俾你，佢收你全合成嘅錢，但俾礦物油你。你短時間內唔會發覺，但長期落嚟，你引擎入面就會積聚大量油泥。呢啲油泥會塞住油路，導致潤滑不足，最後副計就會打柴。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個精明嘅消費者。港車北上係一個新趨勢，我哋要享受佢帶嚟嘅便利，但亦都要識得避開佢帶嚟嘅坑。我識得一啲師兄，佢哋甚至會自己喺香港買定幾罐信得過嘅機油擺喺車尾箱，上去之後揾間車房俾100幾十蚊人工費幫手換。咁樣就最穩陣，既慳到人工，又保證到油質。仲有一點，大家上去整車嗰陣，一定要同師傅溝通清楚，最好有白紙黑字嘅報價單或者工單，入面要寫清楚換咗啲咩牌子嘅油，咩規格，人工幾多，有冇保修。雖然呢啲紙喺大陸未必有法律效力，但至少係一個憑據，佢哋見你咁認真，自然唔敢太過分。好多人問我，點解我咁強調400蚊？其實呢個係一個心理關口。好多車主覺得上去整車如果唔平過香港幾百1000，咁上去做乜？就係因為呢種一定要平嘅心態，俾咗黑心車房可乘之機。佢哋就係捉住你呢種心態，先報一個你冇辦法拒絕嘅低價。記住，整車最貴嘅唔係零件，亦都唔係人工，而係你嘅安全同埋架車嘅壽命。我之前喺珠海見過一間車房，門口寫住港車保養專區，入面裝修到好似5星級酒店咁。但我行入去睇，發現佢哋啲師傅連扭力扳手都唔知係乜，用緊嘅油格係啲連牌子都冇嘅白盒貨。呢啲就係所謂嘅包裝，大家千祈唔好俾個裝修呃到。一間車房好唔好，係睇佢嘅技術同埋誠信，唔係睇佢間房有幾大，個電視有幾靚。另外，大家一定要留意水貨同行貨嘅問題。喺大陸，好多名牌機油都有分國行同港版或者美版，有啲鋪頭會攞啲所謂水貨嚟賣，價錢平一大截。呢啲水貨入面真假難分，除非你有熟人或者係好可靠嘅渠道，否則我建議都係買返大陸大正規渠道嘅國行貨，至少有防偽標籤可以查。講咗咁多，都係想大家北上整車整得開心，用得放心。記住話你聽嘅，唔好貪平，全程監場，帶走屍體。呢3招雖然簡單，但真係可以幫你慳返好多無謂嘅麻煩同埋金錢。下次如果你朋友話想上去換油，你記得將呢條片射俾佢，等佢都學下點樣做個聰明車主。我哋香港人上去消費，係去享受服務，唔係去俾人劏嘅。好啦，今日真係講咗好耐，希望呢啲資訊對大家有用。如果你哋喺北上維修過程中遇到過咩特別嘅事，或者有邊間好嘅車房推薦，大家喺留言區交流下。我哋要集合大家嘅力量，等啲黑心車房無所遁形。我哋下次再見，祝大家出入平安，駕車越行越順。拜拜。